万岁喺客家中台嘅 Terry 喺倫敦讀書嘅時節，認識了一群台灣嘅留學生。大嘴嗰個時節就講到，坦白上愛做乜嘅喏，有人就講上愛開茶館，好問大家坐下來食茶談地，行過外賣客家中來嘅茶。因為客家一個關鍵是，能發現廿八個喺倫敦嘅留學生當中，有6個係漢人，佢下就決定天出愛來完成一個夢想。只唔過也強調唔係喺倫敦開嘅，係佢出到 Terry 去年團體上海嘅迪士尼舞台監督嘅頭顱，並係過後，能睇貼花界開店。來到台北嘅貼花界，唔會上到乜嘅喏。一般家庭會用嘅多嘅南北插播、自然不用嘅各種嘅香肉菜，還能許多上房貓、拿丁香、乾身嘅同熱爐、祈求一類好飲宴喏。貼花界百年來經過嘅幾百嘅起起落落，一下停停文昌咖啡店、文創西店嘅陸續許多有百年嘅老屋嘅開店嘅，傳統結合現代，老街路變做嘅為社國式台，韓國各地來嘅人客來翕相打卡飲咖啡嘅文創空間。一直想要可以嘅賣客家茶嘅店嘅 Terry， 總算喺前面60人嘅店面以後，喺貼花界做上街看外圍嘅風嘅地度，前到幾上愛嘅店嘅。其實迪化街就是它擁有很古老的歷史面貌以外，巷子裡面的發展開始有一點像是年輕人的小天地，開始有一些文青的咖啡廳、文創的一些手作產品，有藝廊、有茶店。每一天開門的時候，我都會先泡一壺茶，就是一旦有客人進來的時候，我都會先請客人喝第一壺茶。確實切莫相同，講愛賣客家種類嘅茶，唔過睇佢嘅店名是喊到黑咖啡，唔過三冇睇賣咖啡。我沒有過多的裝飾，其實你一進來不會馬上看到很明顯的客家元素，因為我把它都藏在這些茶飲跟餐點裡面了。我想讓大家知道說，這個東西可以很年輕，可以很好進入。對，那進入的時候可能有點騙你啦，把你騙進來了。我沒有賣咖啡，但是我有賣好喝的茶。哎，新的東方美人你有喝了嗎？有啊。那你覺得怎麼樣？陳姐是說那個果香比較重，熟果香，新的甜味很明顯，但是香味就沒有第一次的那個好，原版的。今天嘅準備材料，今天自也附新泡嘅茶香味和個口感。竟然堅持愛賣對客家種類嘅茶，店名好每一壺茶攏係 Terry 同透姑嘅 Justin， 鄉下許多土種美味客家種，許多山鄉拜訪種茶嘅農民，去打吃出來嘅。我是客家莊長大的小孩嘛，所以我會想要說特別精選一部分，就是不一定有名，但是可能很有客家風味的茶葉。雖然規間店嘅對裝潢、店名都人嘅名嘅，攏親有阿多嘅感覺。唔過 Terry 同 Justin 對客家實係親認同嘅。我喜歡客家的茶飲跟食物。那不管到外面就是遊歷了這麼多國家，去念書、去工作，回到台灣，我還是想要做一點跟自己根有關係的事情。所以我是很驕傲的啊，就告訴大家說，這個東西是客家人的。講到客家就親沙皮 ，Terry 還堅持愛將連茶廠都冇乜愛做嘅，買摩托出去嘅純甘茶變到美妞當中。其實我一開始已經打好心理準備，大家不會接受這個茶，因為我喝茶怎麼會喝到酸酸的，又有點苦苦的，又要回甘不回甘，又有中藥味，又有陳皮味。冇想到一種嘅口味，茶青樹到歡迎。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鼓勵，很大的一個成就感，因為表示開始有人認同我們的。那當人們願意接觸你的東西，或願意接觸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，這是很興奮的，很激動的。
因为请家己同客家有关的东西，故所想要做一些同其他的景有关的事情。越来越多年轻人或后生人唔敢讲，说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人啊，不会讲客话。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要强调的不是说分你我嘛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错哎，可是好少人知道哦，我跟你分享啦，其实也不错。花摩多家家拢投入的提做事情呢 ，Justin 已经开过3間店嘅，早就冇想再開嘅。最後還係本有10年的好交情的 Terry 講到啱頭。就是某些東西合得來吧，對啊，也不能說我們感情非常好，我們很常吵架，幾乎每天都吵架，對啊。當叔叔嘅睇住二太裏面，年菜就睇做西川嘅 Justin 係羊毛嘅行人。佢講今年係最後一擺開店嘅，佢就同風勢用細細時間嘅面試抗對西川地度。因為我是客家人嘛，我想說把一些小時候的記憶，對，然後一些小時候吃過的味道，把它放進去，不一定是大家都喜歡的，但是這是我小時候的記憶的味道。大概3/4地北空嘅沙係客家鹹豬肉，就因為一下人講到弄嘅事情，Justin就將客家元素自然嘅抗對西式料理當中，看起來親像夾唔到沙係一定合適。我想把一些客家的東西，就是帶進來。那我假如說我做一桌客家菜，又很無聊，那我就開一個客家小館就好了。對，那我想說把一些客家元素放進西餐裡面。然後用西餐的擺盤。簡單的中鋒韓國菜單，就係本人冇負擔嘅，透過食茶韓國食法來分享韓基體羅氏地度嘅客家種。唔過就睇下簡單當中嘛，變定親嚴肅嘅想法。就是彩虹科布沙拉 #婚姻平權。我希望來吃這個沙拉的人，他可以知道這個背後其實可以有一個你沒有想得到的意義。今年嘅展開中，店面也係限體了解，唔過睇嚟韓國 Justin 限係東羅龍，睇嚟講敢去吃、敢去變，有完成嘅以後夢想清單，就係一件真歡喜嘅事情。故所今年韓故意將櫃面嘅相切比拍拍，而留伴同今年共用有夢想嘅藝術創作者來做展出嘅空間，嘛希望會有下那多嘅人來到也認識客家。